这个周凯恒这个事儿，我今天稍微寻思了一下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呢？对吧？就这个事儿也太巧了，怎么就恰好去澳洲沉淀，恰好在训练的时候就被人家这个职业经纪人就看上了，恰好啊，这个布里斯班子弹队还就这个联系他了，然后还恰好又这个试训就有通过了。我今天也去问了这个Brisbane Bullet 的这个很多基本上所有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，但是没有得到回应。我就问他们，我说到底是你们联系的他呀，还是他联系的你们呀？对吧？这个目前这种，因为我也没有什么证据，我就是觉得有这么一点点小疑惑啊。然后这个如果有谁有这个资源啊，或者是知道点消息的人，可以稍微的跟我透露一下，这个到底真的是这个很巧啊，确实是别人这个介绍，然后并且后续招募了他啊，还是说这个是这个巨龙这个自己去联系的别人啊，然后做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事情啊，这个巨龙不会真的是巨龙吧？